议员孙振东针对台南推动合作式教保中心来向市府讨论，目前台南市政府推动的教保中心，伫咧海岸派出所的4楼来设立，但是伫咧成立进程的会勘过程中，出现设立单位主管看无问题，但是后来教育局特约科看完了后，才发现现场有真侪所在需要做出改善。议员呼吁教育局，希望其他单位嘛要正式的时阵，会用共同来协作，才袂造成事倍功半。所以呢，我们接下来第2分局这个海岸派出所呢，要去推动台南市政府所推动的第1座职场互助式教保服务。那为什么会跟教育局长来讨教呢？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发现说，我们上次在国教署有来过1次会勘之后，觉得这个场地 OK 没问题。那在方局长也非常有心的去看了这样场地 OK 没问题。那人事室第2分局的人事室跟我们的特幼科也有去看。发现了很多的问题，原因是因为这个场地不是没有问题，而这个场地是这个是 OK 的，没问题的场地。但是我们却发现说，在申请相关预算跟国教署申请预算的部分上，有少很多的项目，可能是没有注意到的。一直本的就是一个专业的服务，所以呢，如果有申请的话，我也请同仁呢一定要设计一个简便的检核表，就是说这几个项目是必要的啊，他们可以自行检核。那这样的话，我们可以比较清楚。他们要如何去做好一些必要准备？那人员的部分，只要随时他们有需要，我们随时提供咨询跟服务。另外，议员建议市府这边要加利用科学的方式来作为裁罚的依据，建立统一的标准化，才袂让民众伫咧犯法的时阵出现争议，并且警察单位伫咧执法的时阵，会应该违规的事实来说明清楚，安尼才会让民众清楚知影家己对一个部分违规，才袂一再因为同款的原因来受罚。台南新闻林跟刘品言采访报道。交通单位的这些同仁其实也都非常的辛苦哦。